台北内湖的一个站出现一个假头毛的怪客。这个被害的女子暗时10点坐手扶梯的时阵，突然间感觉头壳上上，回头一个看，对伫伊后壁一个查甫人快速把手揪转去放伫个裤底啊。这个小姐一开始想讲只是去互头毛，想袂到事后竟然摸到一大撮的头毛，活要惊死。 穿蓝色衫这查某囡仔坐电扶梯，这时对伫后壁这查甫人雄雄倒手伸出来，回过伊的后头裤，后来又搁收转去。事后这个查某囡仔一个摸家己的头毛，结果发现讲，手一个尾有几撮头毛落落来，会惊一条，赶紧写文章提醒大家。因为这个代志发生伫26暗时10点，人真济内湖捷运站。 当时女子搭乘手扶梯，突然觉得头部怪怪的，回头一看，发现一名男子瞬间把手收回口袋。这捷运内去拄到这款假头毛的怪客，今仔通勤族一个听到嘛拢着惊，有点夸张。可能当时会被吓到傻掉。这个怎么预防，其实也很难的感觉。不晓得这个社会怎么了。其实头发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，伤害了别人的头发等于伤害他人的身体，仍然会构成刑法277条的规定，是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 为监视器画面来看，这查甫人敢若是举化妆用的细支夹刀。虽然被害小姐无去报案，不过这警察已经开始调查，掌握嫌疑人。若是这个小姐提出告诉，就会随正办。